感谢大家吼，今日来到咱台语沙龙这个位当中吼这个真欢喜的，真无简单吼，邀请洪老师来吼，洪家英老师，咱来以历史的研究吼，已经真久啊，真舒心吼，咱这个今日麻烦洪老师的部分，就是洪老师可能想要讲台语伫台湾。研究的历史研究，即个重要性安尼啊，这是洪老师来点提到，咱就来时间交互洪老师，大家来听伊精彩演讲，感谢。我若咧讲，我等下行来行去后边嘛。好，我给嘛对。因为我歹势，我希望今来讲呢，会当互大家主要先先知者咯，是我有较忝淡薄啊，因为拄则项下水讲话讲到头昏无嘛，要搁坐车坐到遮嘛一直吹，你摕着咯，所以我等下讲啦，需要较忝哦，若袂顺吼，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啦，好无吼？好啦，我今日要甲大家要讲的题目是啥？因为大家拢台语专家，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先咯，要安怎用台语？我毋知影你有咧看历史吼，读台湾历史，你有想着讲要用台语去想台湾历史无？有。这名台湾哪？台湾名。有啊，比如讲哪无？我就问一个问题，因为咱有影，我毋知包括咱来讲，咱若咧讲想台湾历史，比如安尼讲着，我超过本来这30年经验内底，我若安尼讲着哦，有个咱若甲客人，说真诶，感觉讲，我较会使用即个普通话来讲，嘛会啥？还是讲用即个闽南话咧讲安尼，话来感觉讲安尼无适当。台湾是多族群嘛吼，多族群他会使用台语来讲。甚至我特别来足趣咧，我特别来咧讲台语，来感觉讲，其实用台语爱用闽南话。就客家的。客人都有意见。客人咧，是啦，客人，我本来我讲讲这其实，你知影若要讲啥台语啥物客话，这大家拢会来回来会足忝的。像我以前就感觉讲，若客话对无，是毋是台湾话嘛？我讲这毋是咧冤家，讲咱来讲。咱现在讲个台湾话，这毋是咱规定的，可能政府一本时代进前就安尼讲，最后来讲有个客户的原住民的话吼，叫一段时间嘛，那来讲台语就是原住民的话，敢毋是？台语是原住民的话。原住民就做少来，基本上是啊。真少我知有王家话讲，你若讲当初迄个闽南人的祖先来台湾对无？也晓讲台语无？闽南人来这讲台语。闽南人来讲，因一段大家都冤家嘛，冤家毋是讲嘛，讲你看外省人袂晓讲台语嘛。我一个做李国，李某不敢讲，你说祖先来台湾的时候，祖先来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讲台语？我毋知我去遐惊着嘛。你捌听过这种辩论无？李某的贵姓无当嘛吼，伊来讲嘛讲，你们台湾人来台湾也不会，也没有学习原住民话。我讲，你怎知影讲无学？原住民话几族你知无？原住民话几族？我是讲若要讲原住民话就是台语安尼吼，安尼可能学术界足忝。学术界台语就做一大多数咧讲的话，你来讲客话嘛是台语，安尼就麻烦讲，那安尼客话嘛是广东话，客话嘛是叫啥，嘛是四川话，你知无？那客话嘛是美国话，你知无？安尼印尼嘛，安尼会讲袂了。好，我今大家出大家共识，我用。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是讲，咱若要讲台湾，真麻烦。我不能咧讲，我做一个原住民朋友，
讲你若要了解原住民历史，你无法度，你嘛是要学，爱去学台语。是安怎讲你知无？因为拄开始迄大多数族群的人，伊来台湾了后，伊会记，伊会安怎？大多数人哦，迄历史是安尼无法度。大多数人因有掌握着讲话权利。啊，所以咱若看台湾历史最强调，甚至荷兰时代，荷兰时代开始有文字嘛吼。咱若逐个咧讲荷兰人足甲闲吼，来调查台湾足侪物件吼，比如来台湾了，有一个所在叫台湾湾，有啊无？有啊无？吼，啊，走去倒去吼啥，啊，就有一个说，敢若荷兰人足好调查地点，荷兰人足好登记原住民，什么族群，我甲你讲哦，荷兰人无遐厉害。荷兰人早听无？荷兰人每世纪拢1000人，荷兰人每1000人啦，啊1000人比拢一半人是坐船顶。安尼讲听有嘛？因从那船顶过，啊准备要去啥？要去日本，要去中国，所以真侪水手拢是坐船顶，啊若约差不多有500个人，啊500个人其中有400个人吼。拢爱顾伫城内爱顾，爱行迄个啥原住民行汉语派，所以真正会当去逐个乌袂走的人真少，因无法度去，因若台湾真侪消息，爱透过啥？透过讲历史吼，咱逐个读历史拢知影讲，荷兰人要来进前。吼，荷兰人要来进前，咱台湾就开始啥？伫即个中国历史面顶，咱当时咧歹的所在，咱咧讲日本查啦吼，讲叫做倭寇，哦，恁知啦吼？那个倭吼，有学生捌听我讲的就知影讲，台湾拄开始，若照中国历史的记载。台湾本来无人，台湾本来无人，啊有颜书节，颜书节真人知啦吼。啊，甲郑芝龙伊带日本人带倭寇来吼，台湾才开始有人啦。带倭寇来了后，台湾才开始有人。啊，所以目前到今仔日为止吼，国民党拢骂你讲，你要做啥？迄个啥？迄个日本人的后代，敢是？王明国民党跟妹讲嘛，比如啥，迄个郭文铁，郭文铁要做啥？是不是比较唔好？即日本命，日本神。郭文铁那个李登辉到，郭文铁。唔知，我讲啊，只是讲国民党当面人咧骂讲骂台湾人，讲台湾人是啥亲日，台湾人真侪啥，拢日本人的啥，倭寇后代，敢是？迄就是无将原住民当作人嘛。原住民毋是人嘛，对啊，迄个态度就是无将原住民当作人，毋才从迄个咱汉人来。咱讲是咱讲原住民啦，咱若咧中国历史上咧讲嘛，拄台湾开始本来是无人，咱有人就是啥？颜书节甲郑芝龙带迄个日本的海贼倭寇来。所以这是因的思考嘛，伊就是无将遐个人将原住民当作人，才会讲。颜书节才是人来到台湾叫人嘛。对啊，所以咱台湾祖先就是拢传迄日本人后代，所以今日甲国民党有即种讲台湾人亲情，敢毋是？敢毋是？我若本来问即个，我讲是讲啥话？讲一轮啦。咱吼听好吼，你若读台湾历史拄开始。咱来讲啥？讲啥？迄戚继光有足，中国就是足有名，讲啥？要剿倭寇对无？走来台湾。就一个做啥物啥林道乾，甲林阿凤，因拢含日本人交结来占台湾。做台湾要开始是啥？真侪拢是日本人后代。咱做倭寇，所以台湾是倭寇的啥？的海贼地啦，海贼的走区啦。我毋讲哪倭寇讲啥话，你们讲日本话了。歹势吼，荷兰人来咱台湾，
荷兰人来台湾嘛，看真侪种啥，我荷兰就讲哦，就Japan 产业带荷兰人来，日本的中国人带，日本人的中国的日本人中国人安尼听有无？像一个叫做李诞，你知听有无？李诞这个时代，伫日本的日本人中国人安尼敢听？你有看无？有Japan的产业是安尼，你有看无？华裔的日本人。好啦，主要讲这个啥？重点就是啥？伫迄个荷兰人要来进前，伫16世纪的北洲啥，真侪啥闽南人、福建遐漳州甲泉州的人，走日本做生意，包括有郑成功甲因老爸郑芝龙，拢是啥？因遐人拢学做倭寇，所以因遐人讲话拢嘛是啥？含咱现在话同款。你食饱饭吼，袂讲外行台北路来啥嘞啦？会讲你食饱饭，你煮白饭，你煮红饭，听有无？好，16世纪以来，真侪中国文献所留落来的字，拢是透过遮个倭寇留落来。伊才有遐个解说清楚，伊知原来台湾历史是咧讲啥？咱一般人咧讲台语，拢惊人讲台语，就讲安尼讲得对，比如发音对无？咱现在台语拢讲这嘛。另外一种是讲真可惜，世界是敢较不爱用啥，但要看台湾历史。所以你若需要注意看，我讲了，若真侪做台湾历史的人，伊若做一本时代，因为一本足好。伊若叫伊讲嘛，讲台语来讲，一般他是袂晓。一般是袂晓，来讲战后，讲白色讲大，所以若咧讲历史，你叫因讲中文讲足好，讲中文讲足好，这变成哪你知？咱台语是敢若适合咧讲啥？你讲了有电脑有文案，安尼尔，无来用台语的知识，无来用台语的知识去解说，迄种包括16世纪以来、17世纪、18世纪，世纪安怎甲战后。我逐个捌听过嘛，爱拍拼对无？拍拼外省人会听做啥？爱拍爱搁拼。我等下去慢慢讲的，因为真侪啥，咱的话吼，含对中文无完全共款。像我有在讲历史学生听，咱台湾吼，古早是族群无共款。有漳州人、泉州人、客人，对无？人拍来拍去，有民白，有汉人，拍死人一大堆。我就甲一个中国朋友就讲，你人台湾古早拢死人一大堆。所以看死人一大堆，爱安怎？你知无？爱藏尸体的所在。所以咱台湾足个地名，老厝、姓老的厝，你藏姓老的尸体。你就是要听字来，莫糊着啦吼。有偌厝有无？咱台湾就是偌厝无当然有无？单厝偌厝有无？有即个地名。迄厝拢是咧藏死人的所在啦。我问过是你查咧讲，你那个错，你查字典错就零错嘛，对吧？错就零错，所以蒋介石站错，大西干西。所以厝听好吼，伫中文内底厝是死人的所在呢。咱台语的厝是啥？大人大呀。恁兜着厝着，所以甲即个厝，中文的意思，甲做台语意思无一定共款。因安尼误解，因会误解。讲拍拼厝啥这吼，做一慢慢来讲。你若台语若抓袂准你对咱台湾文化特色，对台湾文化特色你用袂清楚。好，我你安尼一看有吼？我头下在讲嘛，讲，阮囡仔时代不常咧讲，我囡仔时代吼，
我毋知你捌人怎讲啊，我食是食公司，你捌听过无？食公司公司饭，捌听过无？我看册啦，迄个大家你本书店，大家你电影大书店。啊，食公司饭是啥意思？妈，你就是迄坐内底房间啊，我来个房间。迄边诶。妈就是坐内底，我一直有想，迄边诶。知哦。啊，你是边仔听过？毋是我看迄个电影大书店，嘿。啊，你捌听过食，迄个啥？迄个食公司饭，捌听过？毋捌。啊，捌听过讲，食是食公司，困是困头家呢。我就记得听得到啊。吃头家啦，困头家。迄就是安怎你知无？就是即句话变来。好，啊，我早用即句话开始，麻梨，写字麻啦。啊，但一般人拢写啥你知无？咱台语吼，听好无？咱台语鸟甲麻无共对吧？咱台语鸟甲麻无共，啊，你知中文日本话鸟甲麻拢共款，你知影？啊，咱台湾听好无吼？咱台湾吼，我讲互你，咱大家你若了解这吼，我安尼讲，我做讲只跳一个吼，有一个叫做刘小鸟，抗议分子刘小鸟。哦，听我若有台语知识人，我知写到这人哦，安尼我就知伊个猫仔现啊。你听懂吗？迄个，咱讲吼，猫係是貓的，一個貓的。你即个来讲，我来讲查甫是猫，查某是麻。啊，若咧讲破啥物啥吼，啊你听有无？听有无？迄若互你猫甲麻，一般讲起来是无好。无好话。哦，无好。所以林小猫，我就知影讲，吼，可能有客兄一大堆。啊，我是毋通我听过来，我最爱讲，你若有台湾的知识吼，咱这查甫有女性嘛吼，我再甲大家讲，女性来讲，来讲讨客兄。啊，你有冇听过嘛？讨客兄吼，讨客兄你若知有台语知识、国历史知识的人，讨客兄，吼，啊，我知大家在讲讨客兄是种，讨客兄是啥人的翻译？查某，你听好无？你无台语甲台湾历史无连做伙啦。讨客兄是官的权利，听有无？讨客兄查甫才能讨，查某无人讨。听有无？查某讨客啊，就是猫嘛。你鸟后来变查某，敢毋是？啊，鸟本来是讲阮查甫，麻趁食查某是麻趁食嘛有趁食查甫，听有无？做猫啊，正是阮，你知影无？猫正是讲阮呢，猫啊吼，按听吼，小猫声就讲迄人生了很，敢若很慢，你感觉哦，够水，查某看着咱一直干干着，查某嘛是即摆牛郎，即摆牛郎。对啦，有能，牛郎。啊，我毋是讲，你知影咱台湾吼，你若是台语，你是入来，咱来讲嘛，讲客兄吼，咱台湾历史来咧讲就讲倭寇吼。海产拢做爱啥？你知结拜兄弟，啊结拜兄弟就大家斗客听有嘛吼？做你我客爸，啊做客爸甲因甲生爸无共款，你得过来了解嘛吼。我听过无？所以我意思讲嘛，讲即个台语俗语啊，含历史连做伙。奇怪啦，恁无安尼讲啊，客爸甲生爸无共款呢？
个啥，客无生爸是囡仔玻璃嘛，啊，个啥，那生爸个啥亲生老爸是囡仔是玻璃嘛，啊，客爸是大人的玻璃啊，是的啦。我感觉听过这。干爹啊！我要讲这个，讲真个台语俗语歌二三话，你若去想来讲，因他有客地、客兄、客爸，啊，这客兄客爸，你若看当爱历史，真侪海产，真侪海产拢客爸做客地做老大。就我不定咧讲嘛，讲你若毋知看，但你看听歌伊讲，大兄去了，小弟害死，有听过无？我像迄毋小弟来三五单，因安怎你知？我讲我遮，咱来讲客兄、客爸、小弟啥这样，小弟就敢讲名正，因为闽南人本来讨海，闽南人讨海，讨海船顶袂知一查咧，袂知一查啦。啊，所以查甫人一定日久就大家有感情，啊，就结拜，啊结拜就啥你知无？某娶啊，搁讨客兄。啊，听有无？查甫才会知讨客兄，查某袂知讨客兄。吼，做听有无吼？清朝历史，清朝历史不定有啥？有爱情，有绯闻啦。绯闻听有无吼？啊，绯闻拢是之间啦。还有这种当阵的同性就对啦。性恋。老师像你讲的意思是，迄当阵的同性的关系。就是安尼来，啊！你讲，无，慢看，甚至我毋知，我当然就是讲嘛，讲伫清朝时代，吼，包括伫中国历史上，闽南人因为咧行海，所以一般拢去人外省人讲啊，闽南人吼，拢足较无道德，吼，拢安查甫娶查甫，查甫娶查甫，我讲这拢毋是我讲这，你若看清朝的册。拢有只闽南人哦，重男色，咱就听有啦吼，查甫人重男色，啊，迄个因可能本来咧行海，所以拢有客兄客弟，啊，所以甚至我听讲福建有所在你吼，袂使，我本来在讲一个譬如来讲，伊是我的迄个啥，伊我的啥，迄个大哥，呐，伊我大兄，伊我的二哥，三兄，安怎听？伊我的啥？迄个大兄、二哥，三兄。哦，大兄、二哥、三兄，他有爱讲二兄，二兄客兄，二兄客，二就是二，二就是二吼。咱有人为二干二，哦，安听有无吼？啊，我讲这毋是我讲这，有人我走去中国面条摊学要求大家安尼，所以有时咱来介绍吼。莫讲我这款小弟吼，你讲阮的囡仔偌紧吼，讲小弟表示话恁两斗做伙。啊听有无？吼，啊，这个古早就讲，吼，为来讲，有人他讨客啊啥，你若种知识奇怪，他去讨客兄，哦，啊，你去查文献，客兄本来是咧讲查甫甲查甫会结拜，啊，所以郑芝龙伊就18个啥。18个哥，哦，啊18个，你看以前细汉人生人歹有足水的，哦，郑芝龙人生足水的，啊，所以若水你拢含大哥困做伙，啊，所以若大哥先过身吼，一定接不起来，无本来爱换二哥对吧？二哥三兄四兄，我有听有无？哦，本来你看人元书节过身了。啊，他若讲着你是对弟啊，你小弟去接这个啥？做人家讲嘛，讲这个啥，啊，伊就透过伊的理性，理性听好无？理性毋敢打人手，理性你知无？阮查某无理性啊。吼，我们讲这种知识，你了解原来咧，真侪啥，咱台湾人古早，咱台湾人迄个啥？闽南人啥古早已经足奇怪的物件，吼，足奇怪的物件，啊！你家己慢慢看吼，历史才会注意出来，历史才会注意出来。啊，我咧讲就讲，遐个啥海产结拜，船顶会使有答案，
吼，才发展足奇怪的物件，会结拜风俗，吼，甚至安吼，因安尼，遐海杂不但日本的往来，所以伫中国历史内底讲吼，伫中国历史较讲法，台湾人真侪拢是日本的倭国后代。后来咱毋知兴啊，不能过日本人食鱼，对无？即摆食咱为台语做者拢讲日本的，我家己毋知。我真正毋知，阮囡仔时代吼，我囡仔时代吼，迄个啥，我毋知恁敢知讲恁拢安尼迄个酒道啦吼，即摆毋知，阮较知影这个是啥？阮较知。爸爸唱歌着，妈妈请掠宝着，吼有无？妈妈请掠宝中，即我高中咧唱。我一直是讲即妈妈请掠宝中就是啥？就是足标准的啥？台语，毋是你知嘛吼？妈妈请掠宝中这首歌你知吼？恁知嘛吼？我跟接下来。我要讲就是讲嘛，因为就是啥呢？咱迄个啥历史开始，就要含福建，还是咱台湾甲日本的关系，拢一直连做伙吼。咱做啥变含日本的关系，足奇怪的关系。中国人因含日本的关系，佫嘛足奇怪。所以特别下班咱若出代志吼，国民党内面讲你就叫做蔡正元有无？我就什么谅解有无？假谅解。这足出名咋吼？谅解，我们谅解到底是外省人、本省人？对。真谅解，我看谅解，我怀疑老爸我你知无？谅解是啥名你知吼？这传统之间。教育的。就我出家。对无？迄个牛肉这个较了解，日本人了解一大堆。你知咱台湾足侪名吼，迄个玛莎对无种啊？你大名玛莎就讲国民党嘛是，分解罪啊！所以我们来讲，咱吼，一开始就历史上咱，我这个所在含这个关系这含日本足奇怪关系啦，对含日本的关系，其实你知，咱台湾嘛是含菲律宾的关系嘛足奇怪，你知无？像我做比一个例啦吼，你有台南人甲高雄人无？有啊吼，恁讲柑仔面对无？阮讲北部嘛讲。卡马豆，K 哦，你倒呀？我家人人，但是我宜兰県咱这个啥？臭鸡啊对无？有人讲塔马豆，有人讲塔马豆，有无？塔马豆。有无？有人讲 K 无？好啦，卡的安尼，我卡的安尼，但阮中国人讲臭鸡啊，有无？人咧讲。太安尼吼，我当时讲含台湾日本的关系，你讲这是啥？台湾含菲律宾的关系，台南甲高雄足奇怪吼，因讲柑仔皮，中北部咧讲讲塔马豆，你知影无？菲律宾因讲塔马豆嘛，柑仔皮，你知无？所以你这到底什么关系先？包高丽菜。有人讲玻璃菜玻璃菜哦。它好做高丽，高丽做毋是做，毋是含无伊嘛吼。高丽就在韩国边传过来，毋是啊？高丽菜呢？高丽菜。高丽菜吼，其实也知，我来讲，就咱台湾含日本关、菲律宾关的以外，高丽阮那边证明了高丽就是足标准的欧洲话啦，可能。毋是开是英文，你是法文啦，法文甲迄啥，迄中文拢可能，听有无？咱台湾足奇怪咧，但久以来，
有伫咧中国影响以外，佫有一本杂志无拢安念做，迄念做你若从遮知识含咱放入出来看，会足趣味的。哦，敢若麻利，啊，有人写麻，有人写猫，伊是白，有人写是麻。哦，啊，有人苗读变鸟字，我查真济去啊。哦，你看伊看啊，人用安写。哦，啊，我们讲包括即个麻，甲鸟麻的麻，有人写猫，有人写麻。啊，就是中文讲无分在足趣味的吼。比如苗栗古早叫啥？麻利啊，是麻对无？啊，有人讲猫，你毋知变苗栗去，无伊爱讲麻利才对啊，对无？我意思听有啦吼，本来是安尼，欠一边。啊，就伊咱中文甲日本话，因咧拢变咧靠，拢共款。啊，做咱台湾迄乱甲真地步是啥？上明显的哦，有一个所在叫做民雄。大鸟，因咧靠，你有家己人无？有无？是大鸟还是？这我唔知，毋知，我听有大，我听好啦，毋知。哦，我咧讲，这真趣。咱家己爱看就讲鸟甲麻有分，鸟甲麻有分。哦，我讲一大句，鸟甲麻有分。鸟查甫麻查某吼，麻热。吼，啊，这我来讲麻，这毋是学朋友的，因人拢有当初迄问来讲，哎，问拢说麻嘛。大鸟。哦，啊，人做变塔米哦，对你讲无毋对吼。伊本来讲个塔米哦就是大鸟，但是看古早清朝文言拢是大，K 字边的大麻。哦，啊，较来讲清朝讲一定对，我佫对照荷兰资料，荷兰时代嘛大麻。啊，做大麻写的哦，啊，你若无迄种台语知识的人，就变大鸟苗麻咧变苗咧。所以咱台湾真侪所在，麻甲战后甲日本时代麻拢变鸟去，啊听无？啊，所以来讲，鸟本来查甫，啊，所以查甫物件拢变查甫去，安听无？哦，所以你要这个知识，哦，讲台语毋是干那讲台语毋讲，哦，台语有准无准，是毋是古早话啥？啊，你有从真侪咱台语的知识去放入啥？可能古早物件佫电解水，会真趣味。哦，啊，所以我要讲就讲啦。哦，啊，做解水这，我即个PowerPoint吼，要爱人当摕偌紧。这个第一个，你是第一个对吧？对。第一个就是这个。哎，对。啊，你拢用这嘛吼？哎，啊，我看起来我毋知恁会这中央研究有嘛吼？你有咧看无？啊，我要逐个讲就讲啊，迄个教育部的万语较简单。普通啦，迄个商用的啦，这较深嘛，这嘛7万条嘛，教部这7万条。我因为中央研究院我嘛中央研究院吼，你要查伊个有解说中文解说啦，吼。啊，但中文解释了，你会当搁啥？伊还搁原理啊，原理你会当搁调出来。啊，我是问迄个囝，你大家说，我甲大家建议讲，我毋知恁到个月一份安怎啦吼。但我若一份人袂歹人吼，真人去看一本人咧注意台语物件，我甲大家先真济吼，因为我算阮兜算基督徒出身的吼，所以我比较袂三字经。哦，我三字经我袂晓，啊，我读研究所了，我才开始读警察的课本。好，我咧要骂三字的、八字的，我人家做都通的了。哎，日本人警察的教科书吼，对无吼？教科书拢教，我台湾人安尼骂三回对无？啊，听无啊，你写，但只汉字我读袂出来，你也有看啊？啊，我才会晓哦，啊，原来是咱骂三，做我是做呢。
都昨有一个啥头家也讲，讲足粗鲁，讲粗鲁要变粗鲁，大家粗鲁。吼，咱粗鲁嘛是种教，吼，无咧大家讲的个假死牙力吼。伊咧啥？伊咧不是讲嘛，讲大家讲靠地靠土地食啦。好，后讲即啥？大家只要尽量去看迄啥，日本时代有袂少介少代志所在。吼，你讲这个是啥？因为大字典，啊，中央研究有翻译出来。啊，但真可惜啦，中央研究有拜托一个迄个王老师翻译吼，伊时间可能无够，时间无够。啊，所以真侪啥？日本内底，日本字典内底介足诶，日本时代讲遮侪，日本时代代，啊，但中文敢若无翻出来，无完全翻出来。中央研究哪里研究？是讲是迄个，你研究迄个道家第一本啦，中央研究是道家第一本。啊，这网络迄是迄个哦，林准尧啊，迄林准尧。网络较无食，啊，但册较食安尼啊，会啥？无拢共款啊，就是讲中央研究无甲即个上全部用出来。但是伊迄个我去做，那迄个走去林准尧林准尧迄网络去啊，迄林准尧袂好啦，啊，再讲就讲，恁若逐个会使吼，中央来看网络看，个调管掠出来。嘿，对对。吼，调管掠出来，啊，网因为比较日本你看，迄啥，迄个船吼，迄个啥，日本诶拢来夹起对无？网看，哦，我拢会鼓励学生讲，无你日本也无啥会使，吼，啊，如你看迄呐，迄个船对无？吼，我毋知你我台湾人，我若看汉字，我日本诶，我认袂出来呢。你看到无？看日本，比如说乌卡翁，我翁家，我看着我台语读会出来，中文读会出来，日本人我读会出来。吼，啊，这就是安尼嘛，迄个，这毋是教无教问题啦，因古早看日本人啊，因迄种分的对无吼，分的较细对啦，分的细对无，啊，头咧呐口丝啊，或者大家啥，吼，啊，搁是啥，迄课文内咱有无？我讲这条啦，做大家若要看查中央研究有嘅中文解说以外，会使。原也有原野，佮大家点一下，网看，哦，因为日本的解说较详细，啊，佮真侪啥，足精彩的所在，吼，比如咱听人咧讲法，可能当初王成宇翻是因为价位因素，无法度真清楚，吼，比如若咧讲日本的翻对无，吼，日本的翻，啊，较用的翻。啊，甲咱迄个啥，迄个台语的翻无一定共款，恁知影？日本的翻，你知影？日本人塔若要将咱台湾的翻那个面顶佫加插，恁知无？知啊。翻是迄种，翻是河马，安怎？翻是河马的意思，翻是河马，翻是河马，对，翻河啦，翻河，啊，伊就甲迄个原就要翻的苦家，甲加一草啊，加草安尼就吼，毋是讲日本人感觉讲翻是无较野蛮安尼哦，毋是哦，因为咱以前人解释讲，日本人上来伊较文明哦，啊，你看你汉字拢感觉翻对无？翻你讲你较野兽，啊，你家己草变讲食草啊。啊，毋是安尼啦，因为迄个真讲问题，日本人翻吼，因个翻是啥？轮翻，吼，比如我轮着我，哦，啊，因若翻刃吼，因若翻就敢若用要咱的警察，你收位啦，吼，日本的会翻刃吼，就敢收位啦，守卫，吼，啊，所以伊含中的意思无一定共款，啊，就有要区别，啊，佮家己抄，吼，好，咱来讲，当时即个台语字典吼。有当时个，比如若咧顾庙的，吼，伊会写庙方盆，庙方咧顾，都轮流顾着，吼。啊，伊个翻做什么关注面方，关注面咧顾庙安尼啦。无啊，这袂当怪啦，这有当时啊，算讲喏，无个是，你知影？咱台湾现在历史一个，也是讲学术界一个缺点是啥？因假拢一当搞出来。哦，啊，搞出来吼，咱大家要通够时间。哦，所以我毋知有当时我咧教学生，我咧讲，你尽量吼，下面学2、3、5、3开讲，
啊，阮的论文真人歹看，阮论文真要升顶，吼要升顶着我讲规波，我嘛是爱共迄个共定性吼。啊，你知影阮帮我贵，你知无？若买贵，阮足忝。吼，啊，就去斗，你知无？吼，斗阮还去倒来啊，吼，听有无？阮若平均600块、800块、1000块尔，你知无？吼，啊，我甲评你无过对无？你若搁斗咧，我来搁赢。我说你搁时间啦。我是讲真严重。吼，啊，所以我讲咧，大家会知，咱两个讲家己就罔听罔啥，听着啥物话，啊，搁用解去看啦，安尼啊，古早是安怎？吼，啊，包括看日本时代字典，吼，然后甲翻看嘛，其实搁电翻一遍，爱去注意吼。好，啊，讲迄个巴黎吼，有即个。哦，准定哦，啊，你看到无？巴黎看到无？会晓问吼，咱安尼吼，你知中国船吼？你若看历史有一条船叫做容克船，捌听过无？啊，容克船什么意思？混色船。啊？哦，所以讲即边讲台湾本来是安，你若有台语就迄个无代志啊，啊，就是无代语才变容克船，啊，最近只是改善啊。容克船你代语安怎？啊？啊？英语个叫 JUNK 啊。车拢写容克嘛。啊，咱听有无？咱台湾人也是讲啥？闽南人去中国讲一容克过来，啊，你从你会晓讲容克敢若讲？你会晓讲无？啊，会晓讲表示讲即个咱台语无用伫历史，啊，历史再讲话拢听拢无话。容克 GUNK， 我读听吼 ，GUNK 英文读做 young， 啊，若德文法文读做准。准听有无 ？NK 是准，安听有无吼？所以我坐准，啊，英就变young课，啊，听有无吼？我啉 T 英文，哦，我啉意大利文、法文、德文，我啉 D， 啊，听有无？啊，英文因为啥？因为英文吼，伊是一个大帝国吼，啊，做啊，迄个澳大利亚、咱逐位拢有，啊，印度也有啊，所以英文 TE 的本来是2倍，英文 TE 本来是2倍，啊，但我都学新加坡英文，学印度英文，啊，学迄啥美国英文，学迄个放英文啊，一大堆，啊，都 T 的跟 T 去啊，然后大家拢对好势好势。啊，听话，本来准，啊，就变样课，就变容，就本来我是容课。哦，所以你若看台湾历史，若台语若发袂出来，迄绝对有问题。会记一句话吼，你怎物样今仔听我演讲吼，怎物件听无？一个叫当伊若咧讲真济迄个啥，日本时代、清朝时代、荷兰时代，若咧讲无你听无？就表示迄个韩文一定有问题。我讲足歹听吼，我毋是捌咧讲，咱台湾古早一个所在做王港，几字边的吼，有啊。古早王港，啊王港台语就叫网港对无？啊网港，大家听即句，若伫台湾，伊若好即款名，咱若毋知，毋知迄物件假。即回迄人爱保持好，网港本来是我咧讲，迄是网啊，网港，听有无？啊，网港则因为你知影读册人哦，听因有当时毋知啥意思，所以有人写网啊，网港有人写文港，文字个文，啊有人写啥鬼啊是网，安尼听有无？吼，所以咱看台湾史，因大多数因占100%，
6成以上的人吼，拢是啥？讲漳州甲泉州的吼。所以真侪地名嘛是拢遐个啥？所有的闽南人因好名。当你若毋知影这什么意思时阵，就表示讲啥？学者解说毋对，来有字去变歪去。所以我用迄个啥？用容克。对吧？中科教，咱们周身是农科传来，拢迄个我台语讲会出来。你表示讲中的认识中去闹交。咱台湾是安尼啦，足是闹交的啦。所以本来你讲就是讲，咱有荷兰时代对吧？有无？有西班牙时代，有郑成功时代，有清朝时代。恁敢接入起来？我问你听有无？荷兰人走了，就台湾佫无去啊。郑成功来佫走了，清朝伊佫无去啊。是安怎你知无？荷兰时代有荷兰话，郑成功时代有种南华话。郑成功是南华人，你知影无？咱台湾大部分拢东话，敢毋是？拢有啦，江泉拢有。好啦，拢好，江泉拢有啦吼。咱是泉州较济，还是漳州较济？泉较济。这个泉先来的，泉的我派地过来。是漳较济，同较济。应该差不多那个。较济。所以讲历史啊，咱泉较济安尼吼，咱的口就爱啥？爱大工腔啊。话是会这你知我才落工啦吼，我拢同人骂你讲，迄个工腔听人讲迄个嘛。听好啦吼，我来讲我来讲南话、东话，一般讲东话嘛算泉州，厦门嘛算泉州，厦门嘛算泉州。但是你若有迄种历史概念，人知影讲厦门甲东话其实拢古早拢漳州的。所以因的话和漳州话较晚，听有无？所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这个话把它收为作为让当作管的，这样听懂吗？所以台湾的口口基本上是漳州，就用心。我知影你讲是你来家，那欢迎欢迎。欢迎啦！所以台湾基本上是对啥？对这个啥？对咱讲嘛，古早漳州溪、漳江出来，厦门，厦门还是讲这个宁溪，大部分拢对遐出来，无较少较北边来东话，听有无？我毋知讲，其实你若像。真侪咱台湾的文献所记载为，像清朝风纪、台湾府志、诸河县志，你若是爱用这样口口去甲读出，咱知影讲台湾在讲什么物件。咱长久来就讲语言学界，甲历史学界无咧合作。所以我不常咧笑讲讲在座有就讲台语专家啦吼，我不常笑台语讲奇怪，你若咧解说这吼，咧解说迄种台语吼，你甲讲音讲准，到底咧讲啥吼？譬如客遐，你解说是讲查甫无啊？较解说讲查某对无？我本来查某来讲，安尼解说就无照啊，安尼解说无照，包括猫甲马，有无？佢真侪历史的用语，伫教育部字典内底有啊无？讲要补嘛。台语就伊就演变，演变到今仔日，伊就发现讲，咱的台语甲伊迄边的台语，伊会无共款，你知哦？有无共款所在？这是语言的正常。英国英文甲美国英文句了嘛是佫无共款，所以大家互相保留。所以要讲大家嘛，咱讲中国，咱就讲马尼，
古早吼，我问讲，咱安尼讲，咱若要去搭船到台湾，然后再登岸，台语要安怎讲？坐船起山，起山，爱起山，才先落船，后尾起山。上山啦吼，好等下，啊是坐，那等下，坐船是甲坐，咱是落船还是坐船？落船，要起水啊！哦，人咧我电讲他落船，我咧做船就爬船起再叫他落船嘛。哦，大家听了吼，因为咱吼讲了无？咱若咧看电影知影嘛，迄个啥铁达尼号吼，拢有船舱对无？是8号飞机员，但是门开起就会当困难。哦，中国船咧，中国船是要咱进去船舱，要咱入去。落爱落去啊，跳你知影？你知影吼？因中国船甲西方船咧无共款，是安怎看？讲有当当迄外文问题，伊若讲到迄个啥厦门来的船拢用洋客，讲到迄个外国船拢ship，太你知无？看这着啥？伊两个船的构造无共款，平平拢篷船，吼，19世纪之前平平拢篷船。我用说啊，因为中国篷船甲欧洲篷船无共款，中国篷船是用啥物做？你知影吼？所以我讲了，你若边来咧看吼，咱台湾台语甲即历史连无做。你若我讲了，你台湾看博物馆啦，伊若做所谓洋客船啊吼，伊咧篷拢用布，有无？我讲有。你知影？甲20世纪初，台湾的船的篷吼，拢也用迄个啥，迄个底啊，竹皮啊吼，较草质我咧做，你知影？我讲听有无？所以真正篷爱用草皮边的篷，篷船的篷，也有草皮边的，也有竹皮边的，安听有无？哦，当然无毋对，有个所在，比如是长江因用布篷，因长江因出个棉布，哦，出棉布，所以咧棉布出太济，所以用做篷无毋对，会使做。咱拢叫篷，咱叫拢篷叫啥？你知无？叫软篷，布是软篷，若用竹片做，迄只正篷，正好无？有安听有无？咱就是啥，无即种台语放伫即个历史上，再来做成啥？做成哪？逐个来做电影，做啥？拢准出来哦。就开始迄啥，拢用布篷安尼。就是讲啥？哦，因包括中国舰船，所以你若去走去看博物馆，舰船吼边啊船两边拢用炮有无？用大炮，有无？讲这种考试考咪讲，你知影中国船无适合放炮，中国船无适合放炮，听有无？人咧欧洲船吼，因船是讲，你若看电影，毋是讲船爆吼，伊就讲后尾船啊哇，他们拍开有无？请讲炮弹船冲出来有啊？尼讲听有嘛吼？人因安怎？因有棱骨，然后有甲板，所以炮伊可能第2甲板，中国就无甲板，人迄啥？人欧洲船若要拍炮吼，人炮有炮车，炮车听有无？炮座佫有斗链啊，所以人炮蹦去，人会链啊会安尼佫小可用一下吼，减轻即种做你啥？中国就无，所以中国若咧拍炮，你若发电咧拍炮了后，迄种拍假的。我讲一个听吼，你若读历史了，你知影讲，咱咧讲蒲阳公，蒲阳公，你知影嘛？
连公头，龙公炮，不能爱别怕你。然后我特别我来看正调的书，我讲奇怪，电工船若要拍好之前哦，拢爱跋杯。啊，有我们下来，我们讲那个咋样？我有同过看啊，讲那个怎么看中国机要放炮的时候，他们就拿2个竹片往空中一丢，安这样。我讲你今天讲，第二个都好翻译了。什么中国兵哦，把2个竹片往上一丢，还有啥用那个瓦杯啊，那个用这条哦。啊，我就拿空人讲嘛，一个正的，一个负的，那就可以打，那就举棍。哦，因遮太阳大杯，中国船无伊做内底就无架板，所以大盘放面顶，放面顶是很惊人的啦。哦，所以来看迄个清朝、明朝水师就因个啦，海军吼，伊讲迄个炮放面顶，只有必了炸，要对方要对退啊。你听无？你死我死啊！帮了了，安炸你帮伊，啊我嘛定位。太大杯嘛，你听无？不然，人有炮车会当去影响。啊！你中国都毋是安起的，中国毋是，阵毋是安做，所以拍去了，拍动了，哦，你大整体碰了别人，你家己嘛定位。哦，啊，我讲这个啥？咱若讲，咱讲架板也是啥对哦？听有无吼？咱就无架板，啊，所以当清朝文人来讲架板船，迄个架板船就是咧讲西洋船，毋是咧讲咱。哦，啊，这地形你若有，你都看物件，你袂看毋着，所以落船，哦，啊上山，哦，所以你来看台语真是山对无吼？哦，毋好，咱落船上山，绝对是定了。啊，你知影吼？就讲说，有人对山分袂清楚，啊，所以毋知以前迄个卖去天空，就讲做讲，哦，伊拜托啥人出山有无？哦。迄无共款的，啊，包括咱台语是讲，你人伫山头毋知死，毋知死我捌听着无？爱山头哪里？蒙阿波，啊，有个什么登上很高的山吼，你不知所，迄蒙阿波山头，吼，啊，所以我对来这分析，迄种语言的用意无啥共款咯。啊！你若毋知去哦，你改做规拢走进去，哦，改做规走进去吼。好，啊，这白伊就讲，因啥？因床一般讲，咱床拢放啥？放面厅，人较有带面顶，大家一般拢坐架板面顶，哦，架板面顶，啊，做人落雨就换换，哦，古早人落雨就换换啦。啊，来连困伫白伊的人，一定啥？地位悬，走人困伫遮。哦，啊，若无一般大家拢坐伫啥？伫船的壳面，哦，咱毋是讲中国船无架板，咱古早咧壳面啦。壳面，伊中国船是安做，哦，欧洲船是安做吼，先拎不出来吼，有拎骨，啊，佫有一个啥？白骨，啊，再壳板个架板，啊，中国船是安做，你知影？着个是啥？真做刀，刀听无？一个板，搁一个板，搁一个板，13板。做了才开始用树，迄个啥？迄个茶板，迄个箍起来，箍了才甲扛起来。啊，我来讲听听。哦，欧洲是安尼，哦，做一个鹰骨，啊，搁有一个啥？迄个白骨安尼起来，啊，再搁扛。啊，中国毋是，中国是用刀。做咱讲船岛就是啥用安尼？哦，即个我等下解释啦。比如包括咱拿咧啥？你知咱迄个岛吼，咱伫迄个七岛里头有无？有啊，足侪人内底袂晓，因为讲岛就渡
我堵住你，你给我脚定下，我在堵住你哦，你倒。哇，咱家人有8道有7道，5道啦，7道8道。啊，我们俩按有，咱现在有是开始就5道开始到4道。无。啊。应该有嘛啊，4道对在我来讲啊，迄道我安怎讲哦，那个壁道，道是壁道。做话讲，那倒，变那个葫芦倒。就是因到遮到刚一个倒，一个壁出来。哦，所以这倒是我要堵住你，懂嘛？或者是沿住你，关住你哦。咱去倒8道是啥？可能嘛，伊要封关住面来拍，等等1道、2道、3道，啊，伊足明显，迄个台语到文面佫接起来。好。啊，所以我来讲船吼，故事是安尼讲，继续讲。哦，啊，这个嘛，你管你们大家看有嘛？管你们，啊，有遮有啊。较有水，较有要讲情较悬的人，早可能困内底。哦，毋惊日头，毋惊落雨。即个来讲，食公司，讲嘛，表示讲嘛，迄个人啥毋知影理解。啊，怎个公司你知啊？荷兰东印度。啊？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咁然后这种变成咱着长久啊，台语和历史无讲做伙。公司这么久的现代意义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20有。那古早那个合股，古早讲20世纪之前公司，哦，家公司，公司毋是 corporation， 公司大概公家，公司是公家的意思。哦，所以家公司是食公家，食公家就大家毋敢免惊伊，有细字啊，个嘛。你食有呾啊，总都毋知影理解。好，啊，你来讲东印度公司吼，大家听好无吼？咱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好，啊，咱等去个时阵，公司安来讲？我意思，你要做我做啥？迄个 for NF 啥？迄个 company， 我讲荷兰讲我 company 吼 ，company 是17世纪，咱台湾人嘛知影有一个东印度公司啊，啊，咱敢袂讲好做东印度公司，咱袂，咱是我处理个，咱安怎讲东印度公司，我有去听哦，啊，这袂甲你骗。公班嘅，公家嘅公，班上班嘅班，题目嘅题，公班嘅，安听无？咱直接翻译做汉字，啊，佫本个安题目，公班嘅，安听无？咱因为公司是啥？公司是大家合股，大家公开做伙，大家做伙。哦，啊，我就听台语。哦，古早用语甲现在语不一定共款。我来讲，古早客兄就是讲查甫，啊，现在论，我做处理讲，即啊当时阮查甫才从即个客兄杀叫查某。啊，这道理要会出来，这道理要会出来。哦，所以讲历史是安尼，因为历史本来拢是啥，有固定的人群写，有固定的地位人写，统治者写，啊是安写安尼。啊，你安尼从这话甲变做嘛，统治者写，啊你甲安变家己一般人的，袂使讲统治者讲歹，你家己做好，毋是甲安尼尔。啊，这种真是种技术，即咱以后嘛有用吼。
我希望大家看我本来咧写脸书，写 FB， 吼，咱公文安尼写，通知安尼写，看见来解说，解说了变安尼，吼，好，这把你传你吼。我来讲，非常唔免惊，好多稍微注意啦吼。如果现在敢若较无即种名的名嘛吼。哎呀，这两张这我们咱台就是我们台就是人来讲一半吼，就我毋知你有无，我来上课吼，足忝，内底人把我学生两三个，就无法度。但我若讲无外国学生，我拢尽量用台语讲。因内面问我哇，迄个啥，好多说文主义哦，会当听好啦，方面吼，无我就说文主义袂变啊。若好安尼吼，你历史啥物件拢袂做。你配合人的话，你变我本来那是要讲。真济历史文了是遐所闽南人所写，你著爱用转去呐，用转去咧话，咱历史再我都解说袂出来。你这个袂使用安尼讲，安尼要历史变安尼。所以我本来讲我大学迄个好多三分水，互你念无要紧，不定我拢爱讲一个笑话，你知无？大家听好无吼？因为我这唔同人捌听我讲伊啷过啊。我讲咱台湾水在大部分对吧？客人，外省人，甲原住民，对吧？甲好多人对吧？对吧？你知我逐个人讲奇怪，我吼无伫四大族群内底，我无伫四大族群内底，真麻烦讲我这款人占台湾150%，所以一段时间有客语电台，有原住民电台，无闽南语电台，无好多电台就是安尼啦。我来你听无？好多人是啥物人？你知啊？你个好多人？我大头湾的。好多人，好多人来。好多人吼，就是福建人走去广东，广东再叫福建来啊，福佬嘛，安听有无？这福建人家己卖小可是福佬，安听有无？就讲你台北人，我台北人讲，我是台北人哦，你敢讲安尼讲？一定你是高雄人。高雄怪人我到高雄，我讲我台北人，听有无？所以台湾人、泉州人甲漳州人袂自我称呼，伊就是好多人。袂迄种，迄是讲客人咧称呼，客人咧称呼，迄啥？客人咧称呼，广东客人称呼都福建来，听有无？阮这我会注意这吼。因我捌一遍吼，伫迄个长治河咱咧做研究，荷兰人因拢咧研究讲嘛，东南亚吼，因为东莞印尼有客人偌济，有泉州人偌济，漳州人偌济，荷兰人偌济，温州人偌济，我逐海人偌济，我可能行家人，我更有机会啊吼。漳州人偌济，泉州人偌济，荷兰人偌济安尼哦。看无毋对啊，漳州人偌济，泉州人偌济，荷兰人偌济，你知安尼可能人根本学袂写。我只学12分，再过去来看你讲，真正讲真正荷兰人偌济，漳州人偌济，泉州人偌济，迄版本写毋对。伊算人口调查啦。我著去查另外一本，哇！漳州人偌济，荷兰人偌济，安尼有无？漳州无个。后来才所有的亲戚迄时阵才开始会喊，哪敢好干？
东南亚因所有河洛人拢咧讲潮州人，听有无？潮州毋是倒河洛话，因的话和闽南话差无偌济，听有无？所以咱台湾咱台湾袂少河洛人，爱互当做因是客人啊。咱台湾我毋知，像比如我若迄个啥，咱屏东有一个所在潮州，有无？潮州就是潮州人的后代。所以台湾这个地名特别是嘉义到云林迄地名有个拢啥，叫埔林啦不，反正讲出来讲，嘉义到云林真侪咱包括韩国人，无即韩国人啊韩国人李某做李家我整顿我问咱台湾足，伊讲李家阮就是啥，就是客人。潮州啦。你有看报纸？你讲是西里，所以你讲是客人，你讲是姚，讲因的组织是姚平，饶平做饶平客人，敢是？你看我彰化人你知我原住民拢饶平，你知影？这边讲哪呢嘛？这边那边呢？你在因前，迄客你知哦？迄个种表就是条的。迄客话啦。所以我讲即个比讲，总慢慢讲真好。我重点是咧讲嘛，讲河洛其实毋是咧讲漳州人，毋是咧讲漳州人，是咧讲即个啥？讲潮州，讲偌紧人我河洛沙文主义。咱才发现讲嘛，河洛原来毋是讲咱，但你若注意看讲，你若用河洛沙文主义来去解说台湾甲日本、台湾甲菲律宾、台湾甲越南、台湾甲东南亚，真侪历史拢无共款去啊。像你知咱台湾若咧讲历史咱会讲海产对无？海产我讲越南人郑福龙和日本的海产人做的。你捌听有一个林道乾无？林道乾的潮州人，林道乾潮州人，潮州人因着安怎？潮州人因着和泰国关系是亲。潮州人关泰国关系真亲无？咱台湾人，和泰国关系无？阮再讲唔少话林道乾有两个小妹，伊一个小妹伫啥？伫高雄个啥？迄个半屏山。金鸡啊？有无？18人金。18人金鸡。有无？有无？捌听过无？林道乾伊足疼小妹，所以有抢来的物件。有18人斤要保留互因妹妹，因妹妹住伫敢若高雄半屏山遮啦，敢毋是？你知影这所以后来我知影足侪人，迄个啥有人走去甲政府申请要去半屏山乌金，有无？即个咧，犯税林道乾有一个妹妹伫高雄，还佫一个妹妹伫迄个啥巴达尼。北大年有无？北大年，捌去过无？泰国是南投。好，他来讲，林道乾一个妹妹伫泰国，一个是台湾，就表示古早历史这种关联啦。咱大家想好无？足趣味的，咱台湾生产米敢毋是？咱台湾种米家无食米知无？咱台湾种家米拢袂中国，去买泰国米来食，你知无？你知？泰国米较俗啊。我讲这是啥？讲河洛你若用大河洛沙文水讲原来咱来讲啥？
你若别人骂你的，你佫用即个物件，佫等于看台历史，到那个啥讲河洛话，还是讲即个啥江边泉州的人，因自古以来都含啥日本、含泰国有关系，毋若含泰国有关系，甚至含越南有关系。哦，你若去看讲历史，若讲变成讲伊的后代去互清朝打败了后，有的部队会走去越南，就是诶，当咱伊在读伫唐搁伫借，要安怎？伊唐吼，看伊见啊，了解。你也是唐，还佫是见吼，有无？还越南的中部，越南的中部。会 SUE 个对，永远 SUE 嘛。哦，我讲这是啥？迄阵啊，阮第前个部长走去美起来，所以你看越南人讲啊，阮遐伫遐中部拢真侪拢是啥华人的后代。啊，所以咱真侪咱的外人无了，咱越配连连中部来袂少嘛。听无这是个来才开始尔，所以你若知影有大河洛三分之二，你就知哦，原来300-400年来拢有足奇怪，有关系。像我上海几一个例，有荷兰时代，有一个做河滨，捌听过伐？印尼的最对吧？因地中入来。对，因地先讲入来，所以河滨知啦吼。河滨因太太是越南人。河滨因太太是越南人，啊，我要讲这是啥？互咱知影讲，当你若伫咧学学啥，你有大迄个河洛三分之二嘛偌紧，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哇！原来啥方面所在，你要注意看这哦，真侪历史足侪真精彩的所在。啊，原来因骂嘛无一定骂着，咱毋是河洛人。哦，所以讲咱无要紧，你若讲迄个啥，有你用迄个，咱用真侪个，比如讲，台湾书卷是未去文献，啊文献大部分拢是遐个啥闽南人，啊是讲真潮州人所写，啊你若去个改，吼，你若去用迄个话，用迄个去定解说，啊咱历史才会清楚。哦，啊我来讲，有阵时吼，咱讲较有见吼。好来，哦，咱台湾人历史有东番记，哦，丹迄啥，丹地哦，陈地，丹地东番记。伊有写来讲台湾吼有邦港，有，下骹是要读。加拉湾。伊是加拉湾吼，加拉湾，啊，佫有经过，要读，台语，历代人吼，台语要读，台湾吼，恁有人讲台湾无？湾，毋是湾。你讲原啊原，你讲有个讲，你捌听讲原话无？啊原话吼，毋是原，捌听过无？有人讲原话，也有人讲原话，有无？啊，即要读台湾，还是读台湾？好啦，那这个，啊，过来下骹要读。摇杠。你读摇杠，你性格要读摇杠，这性格不一定对哦。摇，我在摇摇。你讲摇啦吼？摇，佢會搖，即係搖。啊，就講順搖，你啊，搖，啊搖啥意思？我這是
可能迄桥啊嘛，迄个拉那个阿妈迄块桥啊。你来啦，你来啦，桥我真知咧。桥你来知，啊，做爱来桥啊。那冇橋啊，我嚟講橋啊，我嚟講橋啊。你莫講阮台語有分讀，啥物袂讀哦？要統一，大家統決定。哦，莫講即個只文讀，即個只用白讀安尼哦。你莫愛亂啦，問題啦，真是橋啊。橋就是放橋嘛。我咧講這橋啊，怎來解釋出來？邊度解釋出來？我嚟講邊度，我哋其實講台語來去，用台語來解説。哦，會聽我毋是巧的，我講，人你互罵無要緊嘛，你罵我是安尼，無你安怎？哦，好，加到碗，炸都加到。炸兩條羹，啊，過來。打糕，打糕。我係真係唔知，我唔知。也是拍狗，你我有打量对吧？所以你知，阮日本即个看日本时代，前我讲，咱台湾人偌残忍，知无？迄个啥，迄对中国来，遐班人嘛，较专职人，一个人上山了吼，看着狗拍，你知无？拍了佫无解，你知无？一直拍，佫拍到连猫了。啊，所以今仔日个猫练得就好。我讲这唔讲超烂，我讲在你60岁拢安尼讲这，真扛牛皮。所以这人打狗，也是打狗，也是拍狗。哦，咱若要用这个啥，迄个办法，咱爱统一。过来，少淡水上溪口，过来。要食咖喱有没有？咖喱仁还是咖喱拿？来过来啥？沙板啊，甲大房客好啦，我不就简单啦。因为我知我进前吼，我是无水准的人，我本来讲来，但是我若有成就，我是无水准，听有无吼？我是无水准，才有解决问题出来。啥无水准？我做这嘛无水准。敢听？我祖先就2万嘛，也二头口用边夹边对来讲秘密，所以因用卡写历史，用卡写历史，因若安尼讲，因的人生，你爱去当你祖先的想法，安尼敢听？啊，一般小家来讲，哦，你看，蠓狗那一点足奇怪，都觉得是原住民的话。哦，你知无？讲啥？说北投就是啥？就是原住民的话。哦，啊，搁一个所在叫做无兰皮，有无？北投北边的嘛，吼，啊，无兰皮咧。无兰皮咧，无兰皮讲，伊来讲这台湾就是古语，台湾做古语啊吼。啊，我问个班做的学生讲，恁听咧讲，伊讲，啊，你都说那个是我们的古语。安尼学文安尼做，学文安尼做，安尼啥？就古早话，我们老一辈都不知道，那个是以前的，安尼听无吼？哦，啊，咱北投放了个女巫温泉，啊，你怎么知道？啊，那个是古语，已经你讲，已经古文了，你看看。哦，所以咱真侪台湾的上，台湾地名啊，哦，古早啦，那第一毋管毋单讲地名啊。祖先来到什么所在，伊会看你所在，伊会叫，会安尼叫，啊叫咱来复原了，哦，原来古早遐地理环境就是安尼，踏做牛，你讲蛤蟆无对嘛？蛤蟆毋是干要食尔，哦，东方期荷兰人要来进前，伫16世纪开始就安尼叫，牛啊，毋是干要食牛啊肉尔，会当烧石灰。听有无？去浸污落去，当浸污。安尼表示人咧起厝无？听有无？所以历史就安尼看，吼，拢桥，大家都应该过讲，我拢桥，我哪知影桥啊？敢毋讲，
人正常变拢遮儿糖啦，摇糖变拢遮儿糖啦，啊，有个人感觉糖就无闲，哦，学者人愈进步，后代拢会啥，将家己阿公名做猪哥啊，吼，哦，串猪哥吼，啊，拢嘛改做啥，你知无？菜脯糕。我讲到你讲伊个做，我嘛伫个啥，吼，啊，比赛吼，比赛对吧？你在古早比赛猪哥一大堆嘛，啊，比赛嘛叫住宿吼，啊，个住宿的宿者有无？哎，我讲你看多真个名。请问是拄仔看迄名，我头一个学馆来是咧讲，老片的啦吼，老片毋甜的啥，迄一大堆你知无？啊，你起嘴的有啊？啊，起嘴有法我大家拢好听，因囝来去可呆呆啥，啊，伊就做这名拢改袂。啊，我毋是讲校本就是安那，做这哪咧想法，咱尽量做。我来讲用台语，咱台语用到来讲。毋是讲咱现要解释讲台语什较古典无古典，用台语思考，过去想古早网港，我来网啊港，啊我若咧解释，毋是安尼解释尔，台湾后网港出来一大堆，若有咧用迄个啥叶网啊，还是铃仔寮，你铃仔知无？铃仔是徛迄啥铃啊，啊无咧啥，迄高寮，咱台湾高寮知道对无？表示啥你知无？台湾要开始含鱼下鱼关系足深诶，啊听有无？有哦，咧烧酒火对无？啊咧掠鱼诶，啊个啥加乐碗，加乐但我即个原住民都好，原住民咯，台湾原住民咯，加乐毋是啦，本地加乐，讲我加乐毋对啊，加乐就是这啦。咱讲有影是本地，无影诶。安听有无？无影啊，本地，咩？迄个有影啊，迄个啥本地啦吼，啊无影就加落。听有无吼？那咱都毋讲掠鱼诶，刚好掠鱼咧烧石灰诶对无？啊，若即个啥加落，表示海岸线，海水冲来吼，那就是一个敢放卡吼。都迄个，咱咧讲无，咱台湾真个所在好多本地哦，有啊本地哦，啊本地哦，后来好多粪球，山谷看敢若本地的形，海线最冲落，迄个往往是准要停靠好停，用撇风，加了就是看这海湾有无海。你若安尼解释的吼，听我当毋讲网港全台湾就是拢有加了我，听有无？我来讲啊，在我毋通我逐个人，我无准准的人，拢得罪一大堆人。听有无？咱若有咧，甲有人华人人有无？好，咱较讲即地名，就是关注的话，啊，大家都为什么这原住民啊？还有那种古语的，还有四国对景。你要请啊，请出来，我请一条人给我啊。条你若请啊早条，去到警察抓着，你请过来，警察一定唔讲请大新人买，啊，伊才请头，开嘛？啊，但你若头有义气嘛，讲这请啊，上来都死个老大好玩，对无？啊，警察就无头来啊。啊！你嘛义务，啊，总本来讲这都聊天种现象，你若问我讲啥，啊，我即条人电互啊。伊个是讲嘛，讲你人解释关注，你毋四无对劲啊。吼，啊，我讲嘛，讲本地诶啥，讲加入，因台湾即个所在名号做加入，华人分机场，华人分机场，你睇，迄嘛菜抢变加入湾。加了湾，吼，啊，但是啊无，因最近我毋知影，你若去华人吼，因拢讲啥，拢什物卡布湖啊，哪啥无？我讲你若去看新城，每年拢有嘛，讲阮也有迄个加了湾，吼，阮就是
宜兰的平埔族，我们宜兰嘛，一个做到都加罗湾，啊，都海有种要加罗湾啦，哦，宜兰加罗湾，啊，新城嘛加罗湾，啊，后来呢，解释讲，阮加罗湾就是原住民的名，啊，本来住伫宜兰，啊，后来才搬来啥？搬来迄个啥？搬来新城，啊，新城阮就是阮宜兰人，宜兰平埔庄，啊，再含迄泰雅族关系。啊，所以阮2006年2010开始对无？阮族群融合，所以阮逐年我互相斗这，你知毋知？啊，我换这拢是文创，啊，有种袂使分透，吼，安尼好无？啊，加了我头安尼解释讲嘛，讲宜兰加了湾，啊，甲迄个啥，迄个新城加了湾，毋是搬去的，因为荷兰资料足清楚，荷兰资料。共个时阵，宜兰都有咖喱湾，啊，新城嘛有咖喱湾。所以咱若看有人讲嘉梨园，有人讲只咖喱，啊，有人讲咖乐，哦，乐，这个是人音点袂出来。哦，嘉梨园要写啦吼，咖是咖，礼貌的礼，湾就是很远的远。啊，有人讲嘉老湾，啊，湾就是湾，吼、啊，你按我来解释，啊，历史才会讲完全，吼、你看这地名，哦，讲这地名，哦，这地名，其实拢是啥？除了甲人讲沙巴里，可能原住民的名。啊，大棚坑、双溪口、小淡水，哦，啊，这小吼，你若是要靠近过小哦，就是下面的下。我讲大家小怎啊抄一下，下面的下，甲足细个小，有真活，下面的下，啊，甲足细个小对无？所以应该是下淡水，啊，较做下淡水，伫16世纪外口人就知影讲淡水有人位，台北有一个淡水，高雄甲屏东嘛一个淡水，做一个上淡水甲下淡水，安听有无？哦，啊，做你看有双溪口，啊，咱台湾双溪口伫咱一大位知影？哦，外双溪有啊，台北外双溪有，啊，你知影嘉义嘛有双溪有啊无？嘉义双溪口有啊无？套嘛有啊，套嘛是就顶啊嘛。啊，反正是啊，两条溪落来吼，山顶两条溪落来，佮出外口迄种双溪啊。所以讲，即个讲网港加勒湾，即拢台南寮迄个寮港吼，台南南边啊嘛。哦，要就过去台湾啊，搭啥？哦，我知有人讲搭狗，但阮看吼，即个人搭狗。好，啊，阮昨下咧讲，因为若搭狗，你着意思较无去啊。啊，你来讲啊，即个原住民的话，啊，原住民变着肯定去啊。哦，啊，所以我们就讲，掠人顶好，迄嘛有可能啊。比方我们讲沙巴，那嘛另外一种无得证明啊。哦，啊，但打鼓，阮俩当证明清朝人应该是讲打鼓，所以有人是打鼓，有无？鼓，哦，啊，你看荷兰资料，伊嘛讲即个说弹鼓啊。荷兰时代资料，荷兰的地图。哦，因为大家要看的吼，中国这个下载吼，有无？有 TANCKOIZ 有无 ？IZ 等于弹鼓，有无？啊，所以你看吼，这个代志看下这种弹鼓啊，后壁是 A 弹鼓啊，啊是弹鼓，哦，所以我大家看者，啊这有个抄入去。啊，较好做弹鼓，
迄个怎样？海边山高山吼，高山着迄水若少啊，着敢若固咧弹，固咧弹，你中唔了啥？固咧弹，你中唔了啥？弹固。吼，听好吼。我讲弹固，迄毋是我学伊个，因为荷兰人因来亚洲了后，特别去中国，因真侪所在拢有标准的过来。哦，我有弹固吼，都毋是干咱高雄有尔，伫中国沿海拢有弹固啊。啊，等下后头铜山，迄个东山，我听吼。福建真南边有一个叫东山，有无？啊，东山搁叫做铜山，啊，铜山搁叫做东山，东瓜山。表示，然后东瓜山迄种一段时间船只要经过，甲当作足明显的路标。哦，啊，所以东瓜，哦。啊，这个看，这比较有写啦吼，啊，佮包括嘛，所有咧本港，哇，本港就会知啊。啊，这好就本。好，这我想佮讲，我时间连嘛，家己佫写本，我想讲一个答案，大家心里本，一般人来讲固定本吼。啊！你看看，可能那边今年都有本啊，这样有无？我哋唔个知影。哎，好，啊，所以讲，让登去用咱的台语的知识，啊，看赵老师这个太难叫，可能真侪地点，毋是因为荷兰人来了后，再开始一个新的发展，哦，咱个讲打鼓、船只经过所在，哦，我觉得。跟咱这个相片啊，做打鼓啊，这种行业上，我感觉同款，拢一定有因的台语特别讲的特色地点吼。啊，下骹相片较有问题啊，咖喱面，毋是咖喱啦。我看下骹证明那是咖喱面，毋是咖喱啦。哦，大家听好无吼？我若咧看这电影，因千条风字，因学一个台语音，听的人拢无共款，有人写做王港，有人写做贵名，有人写做放啊店的。啊，做看我来对，有人我看其他有人写嘉义林是的林，啊，就证明讲是咖喱林。啊，咖喱林吼。我的课程是啥？如果讲话，大家听会讲，咱你若倒位啦，尽量课程甲因过了起来，过偌紧。按历史是怎安尼？无你看中国历史是安尼？哦，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有无？当然。哦，这有人看嘛做台湾史，有人说学说中国碰嘛偌紧啦。哦，做历史然后学中国碰嘛偌紧。啊！你看咱比赛，绝对无可能比中国较好比赛。哦，所以我来鼓励讲，大家讲创作偌紧，因你看咱创作无可能，讲大家都是龙传人。啊，龙传人毋是足个人相信的。哦，怎么我们都是啊，这天下最大的谎言来传就相信啊！啊，你莫安尼啦，你创作要有合理性。哦，创作要合理性。莫就中讲安尼，啊！你看，若佫讲一个问题就偌紧，因为中国人永远超过他，啊！中国的撒谎精神永远不会超过他，你若安尼就是蛮理解个，哦，讲咖喱，我考证结果事关中华人都会知无？哦，我若讲了，你看荷兰人画地图。甚至到19世纪，若咧画台湾的海岸，阮自然就去走去的。啊，阮自然
又一样我海产的重点。所以字林绝对毋是乌白来的，才好这字林，即嘛有汉字，那有字就有三，所以阮有字林了，搁一个三林，迄种伫台湾历史中著名，那是著名好，我讲遮，我嘛讲八干嘛，即种袂搁解释也是包括毋讲。你讲啦，即个变久咧，讲欧洲文诶，汉字文讲解释了，东方字，就讲咧欧洲文诶比如讲你讲即个所在，我就本来进步就讲即若我之前无人考证会出来，我来考证会出来，这是我今日主题，爱用台语，之前无人考证出来，我跟考证出来原因是安怎？稳啊！荷兰文气两物，欧两物，咩温呢？如果温那个遗产，当然温那一大堆，听有无？我来讲，听我大家学，人我人聪明，我不真聪明。我重点是讲人要写台湾历史，伊咧讲的人一般拢是漳州人、泉州人甲迄个荷兰人讲，你爱当迄个时代。所以伊来讲啥，你爱听。有啊，好来，麻豆干有无？听有无？伊是麻豆，伊是麻豆。咱麻豆搁另外一个名。麻豆古早做啥？拄角搭。新港古早做达呼噜。所以听有无所以新港。是汉语对吧？达呼噜是在原住民的话，麻豆毋是叫做麻豆，叫做麻豆。叫做伊的原住民叫做拄角搭，伊若有时仔话做毋做。我要讲咱讲麻豆甲新港落汉语，走做麻豆，然后麻豆毋是甲台南有尔，新店也有。所以麻豆，我感觉码头知无？好，码头码头听有无？咱现在拢讲码头嘛但古早人讲码头古早人讲码头，我就进去所以荷兰来看有河边出去，真係当听就走到码头，有新港有码头，爱听无？你安尼解释台湾历史就是安尼。你不会看这个麻豆就是原住民多对，听有无篮球，即人知影我人台南人即篮球你若毋知我紧因为我逐年可能一直看一节，即种台语大只拢讲袂出来。所以我去一个穿顶衣衫，你知？一边因迄个衫，我伫荷兰人摕一个相片互我看，相片后壁有写字，伊讲我问过中国所有的学者，他们都不知道，问我讲这8月15，相片后壁有写罗马拼音，这8月15，这毋是啥意思8月15你食饼，听有无？哇，你好聪明哦！你8月18，你问中国来，无人看有嘛？伊是印尼，印尼派，印尼人就互咱共款落去。印尼遐花条，咱讲共款落去。怎看就讲8月15，再讲嘛讲哇，就问了各他的中国学者都不知道，听有病有病，戆人的，听有无？历史的爱种戆人，种红去解释讲，咱大家听有诶。好，人机啦，即啥？咱大家看袂出来，家庭头，家庭头，伊个是阿着，做逐项看袂出来，做家庭阿斗，等于家庭头听有无？跟那头里都大家说那个菜哪里都一样，
我问讲历史安尼去做的吼，才注意。最后我是用一个较注意的，因这嘛最近咧啥？我觉得这结论啦这嘛最近安尼这和我有关系啦，因为我都冤家嘛。因迄个啥，迄个荷兰比试啊，假比赛课程济吼。然后，这个人，迄个媳妇是沙乌勒是哪人知啦按沙乌勒，沙乌勒，应该沙乌勒有对嘛？就是16世纪有一个啥，有一个迄个媳妇去日本宣教，也在中国宣教。XX S 那 XAVIER XAVIER 沙乌勒嘛，沙是刷的刷物不要物，类就是啥简类，讲有这样有无？有这个这来看好这几人来看我这个教育啦，你可能看不啦，你若下载来看清楚。就是人讲这个人就是抄这个人，这个人中名，这个人中名，这个中名，伊就是啥？当初带荷兰人来台湾的人。当初也是讲介绍荷兰人来台湾的种名，后来伊直控年，伊就走去荷兰啊。所以你看，伊走去荷兰了后你知影伊嘛算讲，伊后来去住伫迄个北大年，去荷兰了后，荷兰人甲步甲围出来。为着了，伊才勉强用美术笔写伊个字，写讲伊什么人安尼。后来人再个用这甲翻做拉丁文。荷兰人后这嘛差不多最近即几发现着，后来佫转往北加大学，问几宝我看伊遐笑，来，看无？你老有看无？台明鸡嘛是啥？分小湖对吧？台明鸡分客，你名歹插个分客啥意思？无能解做会出来。好来，咱插一下台明山，台明宫，迄个啥？台明山客，这个名啦来万存，去走去万存，万存对不知哦？万丹你对不知哦？印尼加拿大的啥？迄个西边 VANTEN 万丹。咱大家去佚佗人知影咱种名诶，但咱对哦，去佫去下港，等于是马拉加遐来西兰州，对会知无？我来看，对，等于是热兰州，热兰州是吧？是那个知啊？知的，西兰州，热兰，就互咱西兰。咱无大无一甲翻做啥？热兰州。就热兰州你用台语头先这样讲。种咱另一个话大家发觉奇怪。但这个西兰就是真正是荷兰的西兰，就咱头先做兰做成
用荷兰人的这人做名，本来做这人西人吼，但你知影讲后头人是安，你后壁人 IA 拉丁化较有水准，吼，恁知嘛吼？真侪名恁若用拉丁文就较有水准吼。我先讲嘛吼，好，开始吼，个走去啥？登去这吼，去大凉山。好啦，我讲这分客吼，分客但是解说袂出来。好啦，我就开始分客本来是换客，换啊，听有无？换，伊了写换啦，不要写换团，这是写迄个啥还，不要，听两字相邻，下骹写还有还干的还，你嘛还。佛教的。哦，知吼，还客。伊是成理人，所以人讲伊是成理人，伊是大民国的番客。明朝国的啥？明朝大民国的啥？的番客，这毋对用，叫无人解做会出来。下骹啦吼，燕外里吼，迄两个英文的燕雅里吼，一月。无你人 Friday， Friday 我在迄个个舍助为计，有人讲嘛，他留下住完了没有？一下留下，一下留下，下助为计啊，听有无？我问你讲遇到第1600年吼，伊写字记伫遮安尼啊，那袂晓咱种家己的人就完了，乱七八糟去啊。吼，所以我甲做个长的时间了嘛吼，然后再迄啥，迄个用家己的知识去解说中国历史，把你若看传统历史，你就看唔啊，绝对有这个问题，所以去查这解决问题。当然我看人玩那种经验，所以我现在甲大家讲，解释到这，安尼已经超过时间去啦，我多谢。真歹势吼，因为这个台湾到球场会，差不多因员工咱家就是都的需要结束，所以真歹势，真精彩吼，希望讲以后可以当请洪教授继续来分享啦吼，因为这绝对是做足丰富、足侪资料会讲的吼，咱主持的老鸟伊咧讲几文字所以即个无安尼啦，敢有人咱可能你会当回答是问题，若是讲有人要问题，回答是无？无两个就好啊，因为时间的限制吼，歹势。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个吼，因为你参拄仔讲迄磨豆迄个代志啊吼，因为你讲迄个伊写起来应该是麻豆，毋过咱家己写做磨豆吼。我想要问个问题是讲，安怎你袂甲想做是讲，其实伊是磨豆因为迄个荷兰人因的文字的关系，所以伊才会改写做 MA， 所以其实是荷兰人有对，毋是咱后来翻译的问题。个这个问题但统一再回答好。这后调一位。我你有讲迄个龙克船是迄德国发音嘛？德国发音嘛，哪有啥关系？现在来讲，德国发音就是迄个船，就是刚好放在什么地方啊？我是讲，你是讲迄个船啊，龙克船是迄个德国发音，才是船啊，准，龙克船。我是讲德国和咱台湾有啥关系？咱来讲，会用迄个德国的发音来解释这个字。应该是西班牙下嘛。伊用讲迄个，伊差不多讲迄个龙克船。用迄个是德国。甲咱是啥物关系？是安怎会用即个？安尼问题啊，吼。小时阵安尼解释啦，准吼，我尽快。到迄咱种迄个麻豆，迄个麻豆吼，因咱讲麻豆，吼，就这里注意啊。本来是声音传到现在，无一定含原来音共款，这第一点。比如我讲，明明打鼓，现在大家讲打鼓。
哦，啊，明明都打靶，你去问面啊，大家来讲，那你来讲打靶，我头伊，安尼啊，啊，做讲咱大家讲的无一定对，好，啊，阮才知影讲好，迄个啥咧，毋是麻是麻，因为阮足爱啥，你知？阮足爱甲外文的关键啊，外国人好加在伊无读中文，听到什么声，就记什么音。啊，若读中文的人一定要找到字，有无？即台语呢，台语足个问题是啊，要找字，啊，找唔知影通，听无吼？好，啊，阮知讲伊用码头，因逐个拢码头，拢 MA 啦，毋是 MOA。啊，我就知讲啊，码头啊，佫啊，迄个啥，人码头写个另外一个名，好像有角大，我就知啊，一定有知码头，即个。哦，啊，毋是干那，我讲，啊，迄个，咱解决问题袂使干那，只解决袂使，另外一个所在解决袂使安尼。因为码头毋是干那讲台南有名，性质嘛有做码头 MA。哦，啊，我来确定讲，安尼只码头无毋对。哦，啊，码头，逐日问啦，逐日打，咱讲码头，咱讲码头。哦，啊，阮今有去找着讲，哪个因中国，你知影泉州、漳州，逐个讲话无一定共款。啊，只有人，我毋是资料讲码头。哦，所以我回答问题是讲，历史就是安尼啦，足趣味的哦。你一人去证明啊，我目前我毋是讲完答完全对，是无安尼解释吼。目前的资料拢也袂当去用推翻掉就对啊。哦，即我什么员工荷兰人注意才对啦。好，个来咱下来讲含仔经管理吼。大家听好了吼，因为我才会讲有大河了沙文主义，即牵涉一个问题出来。咱台湾若要讲是咱台湾一个世界史，咱台湾人东南亚的关系，当时开始的。咱在目前大家讲啊，原住南岛为主有啊，啊，大家拢用原住民的观点，但用原住民的观点，原住民要讲的比你讲台语人较有资格。啊，我毋是原住民，所以我若要用原住民，我要去伝来，我感觉我用我所熟知的台语，啊，即种所谓河洛语，啊，即种即个漳州话，吼，我安尼我去比较日本话，去比较东南亚话，我足简单咧用得出来。好，用出来了，听好啊吼。因为伫中国历史以来，咱有百越民族，就是福建、浙江、福建。啊，甲广东，伊本来百越，因伫2、3千年前就拢本来咧驶船啊，驶去印度，再去东南亚，拢有关系。吼，啊，所以听好咯，会晓驶大船的人，到目前为止，大家应该拢无种其他有意见。会晓驶大船的人，浙江人船，因个船是平底，因无法度驶远洋。因驶大船拢一定是漳州人，听好无？漳州人甲潮州人，我著驶大船，我著驶到啥？驶到即个越南，我著驶到啥？迄泰国。啊，所以潮州人个船号做红头船，漳州人号做绿头船。好，迄较清朝都安尼叫，但真正就知影讲，是差不多讲5世纪、6世纪以来，闽南人。因就起来去东南亚，所以阿拉比亚人看着讲迄什物物件，讲即什物物件准，伫6世纪、7世纪就开始准啦。啊，听有无？啊，准啦！安尼你用这观点讲，哦，原来吼，咱福建也是讲即广东本来含中国面，哦，因对讲是北方的民族，你用南方的大河洛沙文主义去解说另外一种历史，是足趣味的。啊，我们讲最爱讲准的就是安尼。船原来就是啥？你若讲船就听有，你若讲地就听有，你若讲天就听无。哦，你若讲这样我就听无，咱就爱去了解甲变听有，这是咱的任务。哦，啊，这毋好学问伤过好，学问伤过好，讲甲浮夸无吼，拢会发大财，听有无？刚刚迄个时间咧
安尼吼，迄个若要未摕到文冠的吼，拜托甲阮添一个吼，因为阮需要收集大家意见，搁来继续咱的讲座来竞赛吼。所以才有迄个文冠，拜托大家吼一定来摕。搁来就是若假使像大家安尼讲者问题，也是讲即个想要发表的吼嘛，欢迎会当交过来咱台湾通讯广播吼，你会当针对讲座你有啥款的想法吼，拢会当来投稿安尼啦吼。后个月讲座是5月8月份第1个礼拜3吼，暗时邀请正大民族所王亚平教授吼，要来讲台湾原住民的议题安尼吼，而且有个咱搁一摆来看我感谢咱的冠军，希望以后咱大家来举办吼，好来。